Wendy 陪你遊世界又出發啦！今集係我哋景德鎮陶瓷藝術考察團嘅第4集。我哋嚟到景德鎮一個非常傳奇而且有特色嘅景點慈宮。呢度係被唔少遊客稱為陶瓷萬花筒嘅地方。慈宮之所以聞名，唔單止係因為呢度嘅建築奇特，更係因為背後一個動人嘅圓夢故事。由景德鎮老人余二妹老太太被尊稱為慈宮奶奶一手打造。余二妹老太太12歲起就接觸陶瓷，一輩子同陶瓷打交道。響佢80幾歲嘅高齡，受到外地瓷房子嘅啟發，加上佢想為瓷都景德鎮留下一座屬於陶瓷嘅殿堂，於是佢決定傾盡畢生嘅積蓄同埋幾十年累積嘅陶瓷收藏嚟興建呢個慈宮。慈宮奶奶響81歲嘅高齡開始親自設計、監工，耗資咗數千萬元，克服咗家人嘅唔理解同埋資金嘅壓力，終於將佢嘅夢想轉化成為現實。慈宮嘅建築亮點同埋特色就係以客家土樓為造型。慈宮嘅整體建築外形係參考咗福建嘅客家土樓嘅圓形結構，目前主要係由幾座圓形同埋方形嘅宮殿組成。成座建築係由超過6萬多件嘅瓷器、80多噸嘅瓷片組成。瓷器係直接鑲嵌響牆體同埋地面嘅，包羅萬有。有4大名瓷：青花瓷、玲瓏瓷、粉彩瓷、顏色釉瓷一應俱全，亦都有瓷板同埋圖案，有好多係古典嘅故事、12生肖、山水花鳥等大量嘅瓷板畫。裝飾用到嘅瓷器好多都係老人家響上世紀80年代收集嘅老柴窯燒製嘅精品，極具歷史價值㗎。不好意思，它这个地方先要挡住，先上先要把这个紫金釉这个地方先上了，然后要不先把这个字要把它用胶，把它填起来，上了这个，然后再把这个撕掉，再上黑，都是高温的，它是一次烧成。所以一件瓷器它出窑的时候是过它前面所有的动作很重要。它真的一件好的东西，确实是应该是有價值。對。慈宮嘅頂部有圓形嘅鏤空穹頂，陽光就透過花窗同埋頂部照入，彩色嘅瓷片反射出流光溢彩嘅光影 effect， 好似萬花筒咁啊！有好多遊客會着住漢服嚟呢度影相㗎，喺呢個色彩斑斕嘅瓷片牆前面會好出片啊！企喺1樓嘅中庭，向圓形嘅穹頂仰拍，可以影到圓形嘅天空同埋幾層環形嘅瓷牆，極具視覺嘅衝擊力啊！我覺得呢度真係好值得嚟啊！如果下次有機會，我都會再嚟。
睇完咁多巧奪天工嘅景德鎮陶瓷，你有冇好奇過呢啲藝術品究竟係要經歷點樣嘅火光碎煉嘅呢？而家就帶大家走進景德鎮傳統嘅柴窯天寶龍窯，一探千百年嚟匠人與火嘅秘密對話。位於景德鎮市梁浮縣鵝湖鎮柳溪村，建於1974年。佢係景德鎮目前唯一保存完好嘅，仍然進行緊傳統柴燒嘅活體龍窯。天寶龍窯依山而建，窯身總長係有成64米，闊2米，高1.8米，形狀好似一條巨龍而得名嘅。佢嘅頂部設有多個頭柴孔，係研究同埋體驗中國千年陶瓷燒柴文化嘅重要文化地標。窯身與地平線呈10至20度嘅斜角，呢一種坡度嘅落差，能夠有效咁樣加大火焰嘅抽力，促進咗快速升溫與降溫，亦都能夠精準咁樣維持柴燒所需要嘅還原氣焰。烧18个小时，烧到1200、1270差不多吧。对啊，然后它冷却的时候呢，要有48个小时冷却。等它冷却了以后，再开始打开那个门，那个门是用泥、用砖封起来的，再敲开，敲开以后让它的，因为它那些孔其实就是散热的。就是火孔嘛，因为我们烧窑会有一个孔嘛，我们的窑小，这个很长嘛，对，所以它隔一个段的话，它有一个看火口，他们古代这个是没有仪器的测标准的，他们就靠这个眼睛来看火的颜色，来算它的温度，哇，厉害厉害。今集都好豐富啊，又學咗好多嘢啦。多謝大家，如果鍾意嘅話，麻煩訂閱，俾啲 comment， 俾個 like， 打開個小叮當就知道我下條片幾時出㗎啦。多謝觀看。